大家好，我係姜旭麟。由上年9月12日出發起計，我喺土耳其嘅1年交流已經過半啦。我有以下嘅得着，希望同大家分享。首先喺人際關係方面，透過放低電話，投入唔同嘅活動，並且享受活動嘅過程，同當地嘅同學、交流生同埋 host family 一齊玩樂同埋傾偈，去建立友誼，擴闊社交圈子。其次喺增廣見聞方面，透過出席音樂會、參與手工藝班、品嘗當地菜式、到訪博物館或者一啲歷史嘅建築同埋地標，甚至發掘一啲自己中意嘅地方，去發掘當地嘅文化、歷史同埋特色。同時我都會同 host family 分享中華文化，例如中秋節同埋農曆新年，仲有我哋嘅語言。仲有喺個人啟發方面，唔同嘅環境同埋車輛型號，對於熱愛交通，尤其係火車同埋巴士嘅我，帶嚟咗唔同嘅靈感同埋諗法。例如受到當地嘅地鐵同埋火車啟發而創作出嘅油畫作品。最近我更加有幸喺校內舉辦屬於自己嘅畫展，令我能夠透過畫展同老師同埋同學分享我嘅作品同埋諗法，並且留下美好嘅回憶。最後，交流計劃唔單止有助增廣見聞，喺留下美好嘅回憶同時，建立珍貴嘅友誼，擴闊社交圈子，更加可以突破舒適圈，提升自己。希望大家積極參加交流計劃啦！拜拜。